再來看進前連續幾日天攏落大雨，所以這台南的關廟邊嘛受到真大影響。其實這關廟邊若要好食，就是一定愛夠曝日。若是去抵着這個雨水呢，安尼規批就攏烏有去啊。這兩天啊總算是有出日，所以業者呢是趕工緊甲這個訂單甲做起來。6個工仔一透早就準備好勢，大家骹手扭咧咧扭麵，要佇短短時間內甲產量拼出來。受到前一陣風面的影響，台南對這個月初4連續落2禮拜的雨，地屬關廟三寶之一的關廟麵，製麵工廠只好停工休5天。業者講，傳統關廟麵專靠天食飯，一天上無愛曝2至3點鐘，加工該冰冰曝2點鐘，便若落雨，規個製程就會拍亂去。量的部分上無減少三四成。你若像即擺來日頭出來吼，啊，就愛火力全開啦，就愛趕一下安尼，補足伊個前幾工啊天氣影響吼，不足的產量啦。業者坦白講，加在這回雨季佫算集中，這關廟麵獨特的口感，全靠天然的日頭光來加持。咧拍的過程，若滴着雨水，規批麵就會生過去。偏偏這陣因公訂單大塞車，除了愛應付外銷的貨，該準備中原普渡的訂單。親像關廟區農會嘛，因為落雨休10天，這陣日頭總算出來，伊嘛只好動員全力搶好天趕貨。這幾天沒有太陽，就沒辦法生產，然後。趁着今天開始太陽公露臉出來了，我們連假3天就繼續趕工，然後趕貨，然後就是應付這些訂單。一方面會帶來高溫，哈，另外一方面。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的一個發展哈。氣象署指出，雖然鋒面豆豆遠離，大雨威脅有加減輕，不過環境水汽悠然是偏濟。中南部地區悠然有短暫陣雨，也是局部雷雨。受到西南風影響，中南部天氣嘛是無介穩定。若要完全恢復到出日頭的好天氣，和旁邊的工課通正常，恐驚就愛擱等一下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